对这新竹有民众呢去台南的中西区一间店买一个海产炒饭，伊铺上网络，怀疑讲这个技术有问题。伊讲炒饭一份120块，干那一只无虾头的虾甲小羹啊。会顶问讲，这敢袂伤贵？实际一个问头家业者讲，原物料有差，像因的虾一斤爱35，飞机一斤爱200块，干那米是用这个地上米，技术并无因为来这个过年起价。啊，当时有甲这个消费者讲，你若食无饱会当加饭，就是讲双方会当搁沟通。热点热油靠1路间汤倒规半的干贝，因为虾含乌鱼翅，用米血拌炒白饭，搁撒一丝丝的葱仔醋，烧好好的海参炒饭，只一份150块。同款是伫咧台南道滨江到中西区另外一间店卖海参炒饭，普文问大家这个技术敢无合理？伊讲开120块，内底敢若一只无虾头的虾，含一块细地小羹哈，互伊挡袂牢问网友这个技术敢会收贵啊？材料感觉较少，你若120块，你买虾个加一只，啊小羹个加2倍。这样子分量是差不多，料可以再丰富一点点，会更好啊。不过实际当然到当事店家业者冇过要讲，虾子是1斤350，你用的花枝是1斤200块。我当下有跟他解释，如果他吃不饱，我们可以加饭。对啊，因为当天可能他比较饿，饭量也比较少，所以在这一点，我觉得他应该当下跟我沟通。店家讲一份海参炒饭120块，袂因为过年时呀来调起计销。啊，那北京店家看到相片了后，嘛来斗相共讲话。过年期间的话，没有，因为有那个薪资涨嘛，然后有些海鲜还有涨嘛，然后你还要再加上一些，水电啊，它一些瓦斯、它油的话，其实我是觉得还合理啦。点餐进前，消费者嘛是爱先确认好技术含分量，沟通清楚，才袂开钱开甲无欢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